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講下市場學入邊嘅定位。定位係企業為產品塑造形象，並向目標消費者灌輸呢個形象嘅過程。佢反映產品嘅消費者心目中相對於競爭對手嘅位置。好嘅定位會令消費者清楚知道點解要睇你嘅品牌。良好定位嘅重要性包括凸顯差異，令產品與競爭對手明顯唔同。佢為企業制定清晰嘅市場營銷方向，並加深印象，令消費者更容易記得品牌。定位咗3個主要步驟。首先係認定可行嘅競爭優勢。企業要先揾出自己比競爭對手更有價值、更吸引嘅地方。5大常見方法包括產品差異，例如 Apple 嘅 iPhone 設計創新；服務差異，好似酒店提供貼心服務；人員差異，即員工訓練有素；渠道差異，例如付費讓顧客喺7到11領取保險賠償；以及形象差異，好似迪士尼嘅品牌形象具獨特魅力。第2步係選擇合適嘅競爭優勢。企業要集中推廣1至2項最強優點。理想嘅競爭優勢要符合7個準則：獨特、重要、優越、可傳達、搶佔先機、可負擔、有利可圖。最後一步係撰寫定位陳述並傳達定位。企業要用一段清晰訊息講明目標顧客、品牌或產品以及企業提供嘅獨特好處。以 IKEA 宜家家居為例，佢嘅定位係為大眾創造更美好嘅日常生活。佢主打設計簡約、功能實用、價格相宜嘅家具，令顧客能夠以合理價錢享受有設計感同實用性兼備嘅家居產品。呢個定位成功吸引咗注重實用、講求性價比，但又追求生活品味嘅顧客群。所以當人哋一講起 IKEA， 就會諗起平靚正、自己組裝、簡約生活風格。總結一下，定位係企業喺市場競爭中突圍而出嘅關鍵。透過清楚了解自己嘅競爭優勢，集中宣傳最有價值嘅特點，企業可以塑造一個令消費者記得、信任同願意選擇嘅品牌形象。良好嘅定位唔單止令產品更突出，仲能夠為企業帶嚟清晰方向，幫助佢哋喺激烈嘅市場中建立屬於自己嘅位置。